你有幾分清醒啊？你而家6分清醒。緊張。如果入唔到嘅話，就翻屋企。打機。哥哥，有 ，yes， 有啊，到嚟。就贏嘅。因為對手卡套上邊有啲痕。運氣都係實力嘅一種嚟嘅，恭喜你！第一個出線，最先出線，我相信係最快出線嘅人嘅。係喎，你攞幾多獎啊？我大概3獎到，但係如果虛無歸零嘅話，仲有機會可以打死佢，其餘備戰隊就可以贏到。我就用咗2個場，將佢個 HP 加咗150，咁佢就由250 HP 加咗做400 HP，咁就已經係8血有做到。係啦，400血有做到啦。跟住咧，我用最尾嗰用嗰隻胡地咧，就打佢420滴血。跟住我對付嗰隻係超級教學人馬 EX， 我一鋪我可以打咗15分鐘就贏咗啦。我都 OK 嘅，運氣都 OK， 一上場擲到口攻，仲要有含收包，創造奇蹟，0-4，希望入到 Day 2，加油，大家加油！贏啊！贏啊！對乜嘢啊？對路卡利奧 EX 3勝啊！啊 ，OK。啱啱又打第3次嘅路卡利奧，好刺激，識到一個新朋友，加埋佢 WhatsApp。男啊，黐線！男嘅嘅我6年級嘅哥哥啦，就預備好下一場。發現其他人原來都幾勁㗎，係咁啊！擋道牌有咩解牌咧？直接反台，唔好做，真係唔好做，真係唔好做。接台唔玩，拜拜。咁係啊，冇辦法。第一次對多龍贏咗啊好嘢，2勝啫，3勝啊？ ，2勝。你頭先係贏啊？係啊，佢揸碌 N。我爭 N。我趕隔離台嘅牌，跟住佢俾咗一個 warning 我，跟住補時3分鐘。好彩我係後攻咋，佢係先攻，俾埋最後一個回合。如果唔係就雙敗㗎啦。佢俾埋一個回合，跟住直接多龍打死場2套，加埋穿雙胡地。贏咩牌組啊？竹蘭列咬羅莎。咁都贏好口血㗎喎。係啊，我最尾就做到即係10幾張能量喺氣牌區就可以一拳打死佢列咬羅莎。咁啊，申請有冇好緊張？係真係好緊張，失禁啊！真係濕咗。冷靜，去廁所。攞多個 pay 咩？攞咗個 pay 咩？止步8強，心情都 OK 嘅，唔會喊啊！今次起碼入到8強。但係嗰個選手輸嘅話咧係應該嘅，因為實在太勁，應該佢應該有好多大賽經驗咯，好緊張。特別同平時有咩特別啊？因為我濕咗咁咧，條褲咧就比較濕。有冇改進嘅空間啊？有嘅，攞多啲大賽經驗咯。俾掌聲自己先，俾掌聲文峰，俾掌聲子瑜，其他有去嘅都俾掌聲你哋，係啦。真係如果你去到入去咧，就2個側主坐住喺你隔離玩嘅，陪坐睇住你玩，喺你隔離玩，其實係好大壓力嘅，係啊。冇去到玩你都可以，即係想像下啦。你最深刻嘅地方？我係堅持玩晒7場㗎。
係啊，聽唔聽到啊？叻啊，真係。俊熙咧，有咩最深刻啊？佢冇支持你嘅用虛無歸零，我係非常欣賞用基格爾德嘅朋友嘅，自己全心自己一個人砌牌啦，都欣賞真係有要去改牌，要去入卡表。好老實，我哋小童群益會所有嘅孩子都係乖嘅孩子嚟嘅，真係冇出貓乜滯嘅。係啦，呢個係讚嘅，但係你唔點樣都唔可以難免有人出邊為咗贏不擇手段。你自己專注嘅時候，其實你都要留意人哋，因為你真係玩個競技遊戲，你要留意人哋有冇做錯嘢嘅。係啦，再下一次就會係紀念球啦。我估相信真係年尾嘅事啦。第一件事問下你哋會唔會都想繼續玩啦？好係啦，冇嘅幫我傳出去，每人一支啊！我唔要，我唔食多。家豪。